台北报道。讲到台电咧开电价汇率审议会，市场咧烦恼讲，这起电钱会造成通膨的压力加重，影响到货币政策。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表示，电钱若起，一定会影响到物价，敢是卖降利息来压制通膨。后礼拜理监事会议会个详细讨论。国内10月的起电价引起各界关注，可能加重民生物价压力，烦恼通膨搁起来，甚至是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。在其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，理监事会议会谨慎讨论。电价调整对各行业的价格啊，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连锁的效应，导致整个通膨预测的一个失准？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，这个会有一种连锁性，不会预期性的哦。因为我们打通膨呢，我们是预防这个通膨的预期的心理。杨金龙认为，电价起一定会直接带动 CPI 起，包括外食甲用电相关产业链等产业冲击上大。企业成本升悬了后，会转互消费者的力头，会是间接的效果。另外，央行敢是有升利息的可能？杨金龙也讲，通膨长期超过2%，未来利率恐惊未受加。它在6月份会降息，是，可是相对的，因为台湾有电价要涨啦，是，我们现在 CPI 啊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，对，所以台湾可能会升息。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？如果说像以前啊，我们的通膨都是1% 左右，都平均长期都是平均。那现在如果假设说是平均1.5%。或是1.5%到2% 以上的话，那这个呢，很显然就是结构性有一些的改变。利率呢，就恐怕不会像以前的那么的低档。杨金龙表示，电价起直接效果一定有，也毋过为以早来看，电价起对经济冲击未真大。也毋过，伊也坦白讲，台湾物价是慢慢升的态势，甲欧美市场情形无同，所以不一定会跟着欧美的降息脚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